唔知大家有冇諗過，全世界葡萄酒點解係750ml做標準，而唔係整整嘅1公升？原來背後係結合咗人類嘅肺活量同埋英國人嘅數學題。我哋今日就嚟拆解下葡萄酒酒樽嘅容量。故事要翻去300年前，嗰陣時仲未有機器，酒樽全部都係由人工吹製。一個壯年嘅工匠一口氣吹出嘅玻璃瓶，極限啱啱好就係700到800毫升中間。吹得太大個肺就會頂唔順，吹得太細酒莊又覺得唔划算，所以大概750ml就成為咗當時工匠嘅物理極限。但係點解最後精準確定喺750ml呢個數字呢？原來同英法貿易有關。當時候法國出口紅酒到英國用嘅係225公升嘅橡木桶，英國商人發現原來一桶酒裝喺750ml嘅瓶入邊，啱啱好可以裝滿300支，咁樣令到報關同埋計數都變得超級簡單。一箱6支，50箱啱啱好就係一桶，所以一箱酒有6支就係起源自呢一段嘅歷史啦。呢一種嘅肺活量極限同埋貿易方便嘅習慣就係咁流傳落嚟，直至到去70年代，歐盟正式立法，將750ml定為全球嘅標準。所以你手上呢支酒，一半係裝住歷史，一半係裝住玻璃工匠嘅呼吸。我哋係 Why So Funny， 中意呢條片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，亦都好希望你哋可以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我哋條片。下次見，拜拜。